你好，我係姚國威議員。係，你好，我係梁明堅議員。我係劉國雄議員。我係文奕陽議員。係啦，今日我哋元朗區議會咧嚟咗輕鐵嘅屯門車廠啊，就住輕鐵嘅一啲營運啦，同埋 K 巴嘅營運咧，同輕鐵交流意見喎。阿貴容。係啊，我哋咧今日都傾咗輕鐵路面嘅一啲交匯處嘅安全啦，譬如行人過路設施嘅安全啦。仲有一個咧就係5月1號咧週末假日一個貓狗嘅搭輕鐵便利一個設施啊。咁講話個反應幾好喎。係啊，咁我亦都借呢個機會，我哋議員同輕鐵有啲反映意見啦。係，我哋咧就有講到咧港鐵嘅巴士站咧，依家只有1張凳啦，睇下會唔會加做2張凳啦。咁同埋都之前咧我哋區議會有討論過咧，就話喺青山公路咧元朗市中心段咧，會唔會拓闢一條路咧喺江寧路嗰邊咧，就一個替代路線啦，係啦，咁就都有提到話係可能要架空嘅，咁但係希望之後有機會再討論啦。係啦，咁總之啦，大家如果有咩嘅輕鐵營運嘅問題啦、K 巴營運嘅問題或者交通問題咧，都歡迎揾我哋區議員咧去幫大家跟進過。最重要一樣咧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、讚好同埋分享我哋嘅工作。多謝你啊！好，多謝晒，多謝。